翁啊，寄养翁，所以呢，娘还只干了别，给生产生活给呢，叫是把买的翁啊，我给给那买二代翁，买二代翁买的你为了也就了你嘞，你因为别干了给的，生活呢，长江啊，黄河下游一带。所以你二代你，万一二代你很能够还要叫给你那个呀，讲他干那个，他就写他喏，所以你还你是个代表吉祥，可以我的给嘎几个就写他喏的，因为所以本来的你。叫那买头给把油，买给那，我给那虽然我给你要多还修，要多还狮子，你感觉你都叫抽象的，我给你要多要还旺嘛，所以呢，我给偏了看那，看烂小呢，哈，虽然你就为阿姨就很老叫苗家别图腾，那么给你要多很老，你要多很旺，所以让苗出别在生活当中翁无处不在，叫就买翁，我眼看到你就很给，但是你很抽象，你是都要很翁，所以我眼看到那你都我买该那就给把用，那但是呢，我又可以无限的想象，你是都要很翁，所以把去干头，你很崇拜翁。你要生活当中，你随时随地就没分别因子出现，所以也都那就那个道，你阿就很道，那些都那就很多那就个生疏，但是干了你阿就很那个生疏干了你就我们还等那结婚啊，你把道出去，但是嘞。你还得错啊！你活了买的小啊！你都丢你还叫我们还等那些生疏嘞，还好那还叫你结婚啊！我讲那个在不上那些话，就让考察我可能你都买该的比较结束。所以如果是你非干头，你非跑的话，你还去该等了一起结婚啦。你阿就是结，你阿光就你结生疏，你就结婚啊。所以你要出别个生产生活当中，你确实不管你还有你就帮那文别图像那个形状。我眼里啊，我那经历觉得冷，我眼里有都有很抽象那种光。所以为还有让非干头，的生理。保护得很够，你随便么买到，所以所以的等于都是很老。你以为苗出了你还就万物显灵了嘛？所以呢，你阿姨都崇拜，你都总觉得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还是固态，你都觉得给那全部就会结婚耶。所以某年的。到下天就那一么那个码头啊，你肯定你要拜爬墙爬斗胆，祭拜山神啊，你就没码头。也给咱们叫的苗出别的那阿可能就么打猎啊。那一季那一季绝的八个啊，也就绝闹啊你既肯定俺没给。所以地苗出人的随便嘛打猎，是阿随便嘛买到，只是显得阿姨呀，显得那政府官啊，看见有么那给单的是，干能那对大自然的就很敬畏的，又尊重大自然，又害怕大自然，所以的。就是苗出文化，还在里面当。中年刚生活看到的那，每当你都给你都刚生活的菜，或者刚生活的，或者买的。医院。买可能是刚生多脑，
有没有？但是为像那个最近的刚才谈那边刚才像那个刚才没成功嘛。啊，就因为门路上那边就刚才看到。vậy chứ nửa tháng ngày giờ thuộc con ai con sẽ dùng à cho nên chỉ nhà con sẽ ăn rồi所以有点农业方面哈。别是尽量放生好那点的。放生好那点，放生好那点，放生好那点，菜那个多那个，你都可以起码买2%、30%的，刚是对的。为都为什么刚才这点路刚才就把就我因为平时介绍的时候营收，就父母在阿边的营收，说就呀，说个就80就要没事个就要那边，其实就刚有那就联想起就有那个，如果阿姨给那干很干就啊，对啊。